出名人，这名互人偷用成立投资的群组骗钱，伊又搁加一件，有上美丽的主持人自称这个白嘉莉和诈骗集团呢，冒用伊的相片成立并且投资族群。这个白嘉莉是气甲发表声明，澄清讲，伊本身除了做公益的活动以外，绝对无成立投资的群组，希望讲咱乡亲唔通互骗去。讲到网络诈骗，真正是有够济，最近5年来，真正是愈来愈济。为2018年8千多人互人骗去，诈骗的金额有4亿7千多万；到2022年有1万3千多人互骗去，诈骗的金额有21亿，安尼强买5倍。让我们欢迎白嘉莉小姐。43年前的白嘉莉。43年了后的白嘉莉，上美丽主持人，竟然予诈骗集团来冒充，偷用伊穿红色礼服的相片，伫咧面册顶悬创卖上专业，佮真唱手写讲，阮和白嘉莉参详了后，决定将阮股票理财课程送予大家，予温柔的白嘉莉气甲心肝火倒，紧急发出声明来赔悔，有人偷用我本人的相片，而且伫咧社群媒体顶悬发布免费投资课程的消息，讲这是和白嘉莉讨论了后决定，这完全是咧欺骗大众，因为完全无我的允准。希望民众甲卖众卖互骗去，较免的辛苦钱拢互怪了了。互诈骗集团冒充的名称毋若白嘉莉，吴淡如嘛是受害者。诈骗集团冒用伊的相片创真济投资的群组，互伊起价对面册公司来发声。我互你1年100万的薪水，请甲这利用我的诈骗集团拢甲动起来。财经的主持人欧瑞涵嘛互诈骗集团来利用。强调讲投资稳赚未了，有民众汇钱了后，才发现讲无对等，才知影互骗去。这5年来，网络诈骗的案件加真多，为2018年5235件，诈骗的金额4亿7千万，有8千多人受害。到即摆2022年增加到要7000件，哄骗的金额要挖21亿，总共有1万3千多人受骗。金管会表示，已经有来修法，希望会当解决掉网络投资诈骗的问题。管理台湾所谓事务相关的主管机关数位部是变怎来解决掉诈骗消息的传播嘞？数位部表示，这是属于金管会责任，所以无方便给做回应。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